对3月份开始，中国宣布禁止咱台湾往来销去中国。即阵往来准备要大出，民间除了发起假往来停农民的活动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下晡冒去家己的产地，冒向农民说明国家刷落来的外销方向。工作人员当日无因甲往来装入去箱仔内底，准备要甲这往来销去香港。为要了解家己县往来外销的情况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4号来到家己县，向农民说明外销的进度。3月1号，中国片面暂停凤梨输出之后，那包括其他的16个国家的订单大幅度的成长。那我昨天已经有特别说明，到日本所有的通路商已经确定的订单已经有超过5000公吨。陈吉仲表示，香港目前甲中国是无共的关税范围，所以外销香港的订单目前阁无受到影响。而且虽然台湾一寡往来品种中国已经有人在种，但是相信台湾的品质更加好。当这一次的危机让我们可以把凤梨输出到日本为主的这样的市场，我们都可以走到日本了。日本的要求这么严格，那我们绝对可以走向全世界。家己县长洪忠良表示，家己往来产季是4月到8月，一年外销的产量是3600吨，目前已经接到国内外真侪订单。除了要求厂商要顾好往来外销的品质，嘛希望未来会当加强往来加工的部分。我们所有的国人都买所谓的凤梨的加工品，而不只是凤梨的生鲜产品。那这一点，我是认为要透过这一波来建立我们凤梨在台湾人的印象跟它的定位。农委会表示，2年前就开始甲外销中国的水果、豆豆转卖去别个国家，降低政治风险。今年目标有希望超过20亿。嘛，希望甲中国方面以农业专业的态度，争取解决这个往来禁止外销的事件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